台北市的宽南市场伫今仔日做第3摆的 PCR 采检，这摆的采检敢若针对着一区来做。副市长黄珊珊嘛宣布讲，滨江、北龙、宽南这3个市场未来会使用疫苗通行证来检查出入人员敢有体检甲做疫苗。打上排队排好势，宽南市场15即天由营政负责替大家做第3摆的 PCR 体检。但是这摆甲顶过无同，唔是全市场的大拢来检验。因为上一次就是因为有验出3个，那从3个的热区再去筛，所以并不是全筛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跟中央一起讨论的结果。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来筛，他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下午傍晚就会给我们。那么今天做了1675个，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效果怎么样，而且。我们疫苗，你知道理论上到今天应该开始发挥效果了。15嘛开始推测市场的通行证件，用悠游卡加健保资料库连接，将按每一个大体检加做疫苗的状况，嘛记录出入市场的时间。今天开始就会用刚刚会长手上的这个，这叫做疫苗通行证。就是将来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工作识别证一样，打过疫苗才能进来的这样的一个管制方式。黄珊珊讲，每一个市场条件拢无同，疫苗通行证件该看状况，才来决定是毋是全台北的市场拢要杀。即卖为滨江、北龙、宽南3个市场先推行。伊嘛表示，今仔日体检结果出来，若是一切无问题，宽南市场应该就安全啊。记者郭北君、陈柏文台北报道。